今日我哋要傾一單好有爭議，亦都對香港刑事司法制度好有啟示嘅案件——香港特別行政區孔慶聯案件背景。件事要追溯返去2016年夏天，被告孔慶聯係寄養家庭入面嘅叔叔，當時俾人指控強姦同非禮一個得9歲嘅寄養女童，當時冇即刻講出嚟，仲繼續喺呢個家庭生活咗幾年。去到2022年，隔咗6年 ，X 飲醉酒之後，先同佢嘅女朋友同一個警員講起件事，警方之後介入，案件交上高院，由陪審團審理，最尾陪審團裁定孔慶聯強姦罪同非禮罪成立，判咗11年同12個月監禁，同期執行。上訴焦點，案件上到上訴法庭。核心就係一個法律問題 ，X 隔咗6年先投訴，咁樣仲算唔算即時投訴？可以用嚟支持佢證供可信性喺性罪行案件。所謂即時投訴好重要，如果受害人第一個合理機會就講出嚟，通常會加強佢喺法庭講嘢嘅可信度。簡單啲講，越快講就越顯得真。但今次 X 係6年後先講，咁仲算數咩？控辯雙方爭辯，控方就話佢嘅女朋友同一警員嘅證供顯示 X 前後講法一致，可信性更高。辯方就反駁6年後先投訴根本唔符合即時，仲有 X 喺唔同場合講法有矛盾，可能係編故事攞同情。原審法官喺總結案情時話陪審團可以用呢啲投訴嚟考慮可信唔可信，但問題係法官其實將延遲6年嘅投訴錯誤咁當咗係即時投訴，上訴法庭判詞。上訴法庭3位法官清楚講咗：一，要算即時投訴，必須喺第一個合理機會提出，6年後先講唔合格。2，原審法官引導錯誤，將延遲投訴當作係提升可信性嘅證據，屬於重大程序不當。3，因為案件主要靠 FX 嘅口供，呢個錯誤足以影響陪審團判決，所以法院最後裁定撤銷定罪，唔會重審。呢單案再一次重申咗，延遲投訴唔等於即時投訴，多年後先講，只能當背景資料，解釋點解案件會曝光，但唔可以用嚟加強可信性。控方要交代清楚，檢控官一定要喺審前交代投訴證供用途。如果唔符合即時投訴，就只能用嚟交代背景。法官指引要謹慎，陪審團要靠法官引導。如果引導錯咗，會直接影響公平審訊。案件帶俾我哋嘅啟示，公平審訊係最基本。就算係涉及性罪行，如果程序出錯，法院都會撤銷定罪。陪審團嘅挑戰，陪審團容易受情感影響，但法律要靠正確嘅指引。延遲投訴嘅兩難，性侵受害人好多時因羞恥，唔識法律而拖延多年先講。法律要喺保障受害人同維持被告公平審訊之間揾平衡。總括嚟講，孔慶聯係一單令人心痛但又好有法律意義嘅案。上訴法庭撤銷定罪，不代表事主一定唔可信，而係因為程序唔公正，定罪就唔穩，程序錯咗就要推翻。刑事司法制度唔只係要懲罰有罪之人，更加要確保過程公正，否則制度本身嘅公信力就會受損。揾律師，揾業借答。